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2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7篇，以赛亚书26章第7节到15节，使徒行传第2章37节到4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悔改。伫前礼拜咱有讲到一个基督徒的性命更新，这是基督徒性命所应该爱有的改变，也是讲特质。也因为领受着圣神的同在的恩典，性命就被改变了。性命改变的前提就是咱必须爱来回转向上帝。这个回转是对人罪悔改来。这个部分是犹太人、法利赛人、犹太祭司、经学士以及某一寡真富有的人所欠缺的。但是亲像这种不愿意认罪悔改，并不是因的专利啦吼，也可能存在伫你甲我中间某一寡人。也是讲，咱对某一寡代志有过头的坚持。伫大讲节的第2个主日，咱引用着以赛亚书40章的经文，讲到着准备主的道路，认罪悔改就是上好的准备。亲像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8节，洗礼约翰所讲的话，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福音安尼开始。先知以赛亚的册有记载，上帝讲：看咧，我找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，伊要甲你开路，有声伫旷野得法。为着主准备道路，为着伊来修直小路。果然，约翰伫旷野出现，甲人洗礼，宣扬讲着悔改，领受着洗礼，上帝就赦免恁的罪。犹太逐所在有真侪人，甲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拢出来，去约翰遐告别家己的罪，伫约旦河对伊领受洗礼。透过洗礼，基督徒的罪就得到赦免，并且会通来进入伫救恩引带人来进入救恩。洗礼约翰讲，将来有一位要用圣神来洗礼，当然伊所有言的就是耶稣基督。继续的经文伫第6节到第8节，洗礼约翰一节代志。约翰穿骆驼毛的衫，腰下披带，食草莓甲野蜜。伊宣扬讲，有一位比我较有权能的，伫我的后面得来。我连跍落去，甲伊头的带拢袂堪得。我用水甲恁洗礼，毋过伊要用圣神甲恁洗礼。先知以赛亚也提醒以色列人，着爱有备家己。以赛亚书26章第7节到15节讲：正直的人路平坦，公义的主，你甲正直的人的路铺平修直。上主啊，伫你审判的路，阮得听候你。阮的心较无你受尊重的名，伫暝时我的心神羡慕你。我的神魂迫切找求你，因为你伫地上施行审判的时，世间的子民学习正义，邪恶的人就是得到仁慈，嘛学袂得公义。伫正直的地，因幽怨做歹，
因看袂到上主的威严。上主啊，你手摇悬要刑罚因，毋过因无看见。求你，互因看见你对你的子民的热爱，家己感觉见效，愿你用火吞灭因你的对敌。上主啊，愿你赐阮平安繁荣，因为阮所做你拢有甲阮成就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捌有别个主管辖阮，毋过阮只有尊重你的名。死去的人袂当阁活起来，因的阴魂嘛袂当阁起来，所以你处罚因，毁灭因，互因对人的记忆的中间来消失。上主啊，你互阮的国民增加，互国民家天来显示你的荣耀。你互阮的国土扩展到天边海角。以色列人必须爱回转听候上帝，并且跟对上帝的脚步，才会当得到上帝所赏赐的救恩。亲像第15节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：上主啊，你互阮的国民增加，互国民家天来显示你的荣耀。你互阮的国土扩展到天边海角。先知的话，或者是洗礼约翰的话，就是要提醒有罪的人，互因也是互咱心里感觉到刺激。透过安尼刺激，会通愿意认罪悔改。使徒行传2章37节到42节的经文安尼讲：众人听到这话，心亲像火刺插着，对彼得甲其他的使徒讲：各位兄弟，阮应该做甚么？彼得就对因讲：着悔改，逐人拢着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互恁的罪得到赦免，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神。因为这个应允是要互恁甲恁的子孙，以及一切伫远的所在的人，就是咱的主上帝所呼召来归依的人。彼得阁用真济话出力来见证，劝勉因讲：着救家己脱离这个邪恶的世代。对安尼领受伊的信息的人，拢受洗礼。迄日信徒大约加添3000人，因专心领受使徒的教示，暂有着团契生活，八饼祈祷。彼得伫圣神充满了后，开始勇敢来传福音。伊呼吁每一个人拢着爱悔改，并且着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因为只有安尼才会通得到罪的赦免，才做上帝的儿女。因为大家拢安尼，生命着得到改变，也因为安尼来得到众人甲上帝的欢喜。当初是门徒一个着加添3000人。诗篇27篇，信靠上主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，我还着惊啥人？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着惊啥人？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，因拢会绊倒失败。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，我的心也袂惊吓。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悠然安稳自在。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一项，互我一世人伫上主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，找求伊的指示，
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片内，伊会保护我，互我秘伫伊厝内，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，互我的头举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。我要伫伊的布片欢呼献祭，我要唱歌学乐上主。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求你听，求你怜悯我，应答我。我的心对我讲，就来朝见伊。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，求你毋通面越走毋插我，毋通受气赶你的仆人。你一直是我的帮赞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求你毋通拒绝我，放杀我。即使我的父母去杀我，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，因为对敌在长等，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。毋通照对敌的心愿我交互伊，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。我深信一项事，我要活第一日，会享受上帝的恩惠。着信靠上帝，着勇敢壮胆，着信靠上主。感谢主赏赐赦免的恩典，求主帮助阮有认罪悔改的心志，互阮得到生命的美好的见证，影响更较侪人愿意来亲近上帝，领受救恩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